大家好，我係朱海瑩，嚟自香港，係一位導演。拍片對我嚟講，唔只係創作，更加似係同世界、同所有人共同嘅心靈去做一種連結。我好受 Tarkovsky 嘅啟發，佢將拍電影形容為祈禱，而藝術本身就係一篇篇無私嘅祈禱文。我覺得電影就係咁，我唔會知自己真正需要嘅係啲乜，但只要我相信當下適合我嘅嘢就會嚟到我身邊。拍貓與雞嗰陣，我試過用最鬆嘅狀態去拍，結果真係好神奇。適合我嘅人、適合我嘅演員、靈感，全部都好自然咁樣出現，甚至最後拍出嚟嘅效果係超乎咗我原本嘅想象。我非常感恩電影帶俾我呢啲咁多不可預期嘅奇蹟。